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慧灯问道节目。许多人在刚开始学习佛法、接触佛法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我们对佛法充满了向往、渴望；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各种疑问和不解。尤其是遇到各种难题的时候，往往会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有人说，有佛法就有办法，所以在这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慈诚罗珠堪布为我们答疑解惑，让我们这些徘徊在佛门之外和刚入佛门的朋友，能够顺利地走出最初的迷茫。让我们一起欢迎慈诚罗珠堪布，欢迎您。堪布好，今天我们请到了很多对佛法非常有向往和渴望的朋友来跟您请教一些问题，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让堪布为大家答疑解惑，好吗？堪布您好。你好。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每次向佛菩萨祈祷的时候，就是他们真的能来到我们的身边吗？首先我们这个什么叫做佛的加持？加持呢，其实就是一种能量佛也有加持，然后呢，魔它也有加持，然后呢，有些物质也有它的这种能量，那么这个能量的这个传递的这个过程就叫做这个加持然后呢，也有佛的加持，也有魔的加持，也有不同的，也有一般的物质就被其他东西加持也有这样子，可以这样子理解。那么，首先这个佛的，比如说我们祈请佛，我们要感觉到这个佛的加持的存在那么就是需要几个条件自身的条件。那么自身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呢我们对这个佛的加持要相应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得到这个佛的加持那所谓的这个相应是什么呢？比如说物质的加持，相互之间的加持，比如说物理学里面有一个叫做共鸣那这个共鸣就是说，一个物质振动发出了声音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就跟它稍微比较靠近的另外一个这个物体它也会发出声音那么这个发出声音是他们两个的这个声音的频率是相同的情况下能够这个发出声音比如说这个打雷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屋里的有些东西，家具里面呢，有些东西是发出声音的，但是不是所有东西都发出声音，因为这个声音的频率相同了以后呢，才能够发出这个声音那我们祈祷这个佛和菩萨的时候呢，我们要感觉到他们的这个加持的话，也是一样，我们自身要给这个佛和菩萨要相应在相应的情况下才能够这个得到这个佛和菩萨的加持但是不是你刚才问到，是不是真的佛和菩萨来到我们的身边呢？也不是，其实也不是来到我们的身边，其实也不需要来到我们的身边就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祈请，有一个这样子的非常非常虔诚的这个心以后。然后呢，这个就是两个物质的频率相通了一样我们跟这个佛和菩萨就相应了，相应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去这个祈祷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加持比如说，如果我们的手里没有一个手机的话，那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个空间有它的这个信号只要有这个手机，我们可以证明这里就有这个信号同样的，如果我们的这个心不虔诚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永远也没办法证明这个佛和菩萨的加持的存在以及这个佛菩萨的加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都没办法。只有有虔诚的心，然后呢有这个祈祷然后我们感觉得到。那感觉得到什么时候感觉？有3个时候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这个佛菩萨的价值。一个是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就为了某一件事情非常非常虔诚的心祈请了佛菩萨某一个这个佛菩萨，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些奇迹有这样子的当然这个可能有些人会说这是巧合但是呢也不一定是巧合。当然有些这个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这些奇迹都是佛菩萨的加持，当然也会有巧合，但是呢也不能这个巧合这两个字来解释所有这些我们解释不了的东西，这样子的话也是不科学的。所以首先第一个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我们就是因为前面有了这个虔诚后面就发生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奇迹。那么这个奇迹的发生呢也没有其他的这个解释没有其他的更合理的解释这种情况下多半都是佛菩萨的加持，那你就感觉到了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或者阿弥陀佛来到你的身边你就感觉到他们给你传递的这个能量这个能量就改变了你的这个生活所以这个就得到了这个可以说得到了佛菩萨的加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第二个呢，虽然不是现实的但是感觉上我们有些时候就感觉到了一些能量的这个存在比如说我们祈祷了佛菩萨，非常虔诚的这个心以这样的心这个祈祷了以后呢我们就感觉这是感觉感觉上就是存在这个佛菩萨的这个能量这个能量就给我带来了一些比如说好运或者是正面的这个力量等等，感觉得到这是第二第三的话就是在梦里面我们做梦的时候，平时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对梦的这个解释呢日所食夜所梦，其实这个我们完全不了解这个梦的一种说法。其实这个梦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东西，有些时候呢我们在现实当中根本就没有想到过的，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去想过的，或者是从来没有往这个方面去考虑过的一些事情首先是在梦里面发生，然后呢就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会有这样子。所以这个梦当然它是假的但是呢这假的里面呢有些时候呢也有一些这个信息，它会给我们透露一些信息。所以我们比如说非常虔诚的心这个祈请了佛菩萨，然后呢我们在梦里面以前是没有梦到过的，比如说一些比较吉祥的东西或者是佛菩萨亲自的这个加持讲经说法呀等等等等的佛经里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记载那么这些呢这个我们的梦里面实际上也会发生的这样子。那你刚才说了是不是还没有感觉到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力量？那这样子的话，我想应该是再增加一下你的这个虔诚的心这样子以后呢，把我们的心跟这个佛菩萨的这个智慧稍微一点点相应一个频率达到了一个频率。当然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高度一定要跟佛菩萨一样，这个不是不可能但是呢至少我们能够接受到他们给我们传递的这个信息达到这个相应的这个频率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感觉得到。所以现在要做的事情呢，第一个就是要增加自己的这个心性第二个呢可能是这个祈请方面呢，可能也要再做一点努力。这样子的话，你一定会感觉得到
一些神秘的这个力量的存在。谢谢堪布。谢谢堪布。谢谢。我们看看还有哪位朋友下一个问题看一下。好，这边这位朋友。堪布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就是从小呢一直都是运气很不好，然后做什么都很不顺的，然后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解决的办法呢？运气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是非常关注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很多人想一切办法想改变自己的运气，然后呢，可能很多人都跑完了这个周边的所有的寺庙所有的这些道场啊，去算命啊、打卦呀，想改变自己的运气啊，可能是这样子。因为这个运气呢，用佛教的话来讲的话，这个就是跟我们自己的前世有关系。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我们的人的出生年月还有就是人的，比如说他的父母的出生年月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关系这个是传统文化里面呢讲的比较深刻比较这个深入透彻那么很多人觉得这是迷信，其实不是迷信。这个里面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完全是这里面讲的所有都是真实的，但是呢，人的比如说人一个人顺利不顺利健康不健康等等这个是不是就是某一个因素决定这个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因素。那么这个因素里面呢，有一部分呢是跟我们的前世带来的一些好的力量或者是不好的力量另外一个呢，比如说一个人的居住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风水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出生年月等等，这都有关系。一个人的顺和不顺，这些都有关系比如说两个人是同样的这个家庭背景文化学习各方面的所有的这些客观的条件全都是完全是一样但是呢，这两个人的这个运气确实是不顺和不顺确实是不一样那么这个就是说明，除了这个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这个客观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这个力量在操作这个就是充分说明这一点。那么这个我们看不到的这个力量到底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那么这个里面就是像传统文化里面讲的一些风水等等等等人的这个生辰八字也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更多的是这个前世的原因，比如说我们自己前世有些事情做的不是很好的话，那么这个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一生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当然也有一部分是现实的客观的这个因素这些都有。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比如说一粒米或者是一朵花它的这个生长就需要很多很多方面的因素土壤然后呢温度、湿度空间、时间，很多很多它并不是某一个这个因素就决定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粒米的生长都需要具备那么多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蜜它的生长不好这样子的话，那它应该是什么呢？那么可能是这个有这么多的这个条件当中因素当中，可能是某一个东西不是很标准，导致了最后就导致了这个问题。同样，我们一个人的这个命运比如说顺不顺也是这样，也不一定是完全是跟运气有关系我想这个里面呢，可能是要深入的去研究
啊。那么比如说怎么研究呢？你的生辰八字呀等等，是传统文化里面就比较讲的比较多的啊。那么你去了解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如果有的话呢，那也有这个解决的方法、弥补的方法、修改的方法。有的传统文化里面讲的却是古人的这个智慧啊，我们完全不能用迷信这2个字来形容或者是解释，这完全是不科学的。所以就这么几千年的这个人类文化的结晶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呢，这个里面去找有没有一些问题有的话，那就是用传统文化的方法去解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那就是佛教讲的这个前世那么这个方面会不会有问题？那这个是我们目前是没有办法确定我前世到底做错了什么，这个我们没办法知道了。但是万一有这方面的，那我们怎么办？这个怎么解决呢？首先你就去忏悔过去的这些，也就是弥补比如说你比如说生病身体不是很好的话，那么你这个方面就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去帮助更多的病人比如说到义工或者是到灾区去当这个志愿者帮助更多的人。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就可以就为了这个病人那么就是灾区的人就为了他们的健康你就有这个能力的话，就是在经济方面帮助一点这些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这个救这些屠宰场或者是这些被杀的这些众生的这个生命那么这个就叫做放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但是呢，这个我们上一次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就讲到过，因为我们很多的放生的人不好好的去做不太这个标准的这个方式放生，就导致了太多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舆论实际上这个我们是关爱所有的这个生命尊重所有的生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为了这些生命去做，或者是为了个人的健康做它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非常好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这些问题呢，这些方法就能够解决你的这样子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比如说也许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客观的因素上面呢，就是某个环节或者是某个因素条件可能还不够成熟，那这样子的话，你要去创造这个条件，好好学习好好工作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命运不可能永远都不好，这个完全是可以改变的，大概就是这样子。好，谢谢堪布，谢谢堪布。其实您讲的特别对。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古代的时候，有些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想可能没有那么好理解，比如风水。后来看到一些专业的解释，风水是一个古代环境建筑学，它是有自己道理的。对。所以再次感谢堪布给我们做出非常棒的这样一个分享。我们继续我们的问题吧，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让堪布为大家答疑解惑，好吗？我们看下一位朋友，朋友有问题。尊敬的堪布你好。你好。你好。我的问题呢，就是现在市面上有一种拷贝了上亿遍经文或者星咒的 U 盘，就是咱们插在电脑上存储的那个小的 U 盘，据说佩戴以后呢是非常的有加持力，请问这是真的吗？这是关于一个高科技和佛法结合的问题。是，这个确实是有点不好回答这个就是因为如果它是一个真实的这个字佛经或者是佛像，那这样子的话呢，如果佩戴是肯定是有加持的但是这个电脑里面呢，它第一个就是没有真实的字，然后也没有真实的佛像，只有零和一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零和一这两个数字带在这个我们那有没有这个加持这个不好说我想我们还是带这个比如说这些
印在纸上的，或者是印在其他东西上面的这些真实的，有字的这个佛经，或者是佛像，这样子比较踏实吧，比较踏实。这个高科技的这些，它是给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比如说佛经的这个内容啊，可以了，但它本身它不是字，所以呢，这个可能有点悬吧，可能有点悬。谢谢康波。谢谢。康波，其实我之前也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形式好像是不是那么重要。到后来接触一些朋友，包括上师之后，他们教导我说，其实形式有时候在你发心的过程当中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对，尤其是我们初学者呢，这个心师有些时候还是，比如说心师，还有佛教里面的一些意识、仪轨啊，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是我们最需要的是这个意识和这个仪轨背后的一个东西。但是呢，这背后的东西用什么东西来传递给我们呢？这个确实有些人呢，比较喜欢有这样子的心识上的一些东西，明白然后呢，这个心识上的东西让我们就是产生了这个心趣或者是心性这样子以后，我们最后就是接触到了最后面的这个心识背后的内容。所以心识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当然了，这个我们不能这个佛教被心识化，这样是不对，但是呢，也不能否定这个心识它的作用。还是有用的。好，谢谢康波。其实您今天的作答，我们觉得我们获益匪浅。我们也感谢康波做的精彩作答，也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本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期再会，谢谢。谢谢。